RVA 里是谁的？那哪谁个掉吗？一张你咋不阿去我慌啊啦？你都是得几得嘛就的，白木干嘛去挂比，马怕阿分为白嘛，家底我弄得就的白木个弗朗哦，家底是马怕阿分是白个呀，马手妈妈做，家底吃瓜呀，也是以我弄比一直的咋大嘛啊咯，阿么呀。马怕分以我弄，家底我弄的只讲黑瓜，等你学手表个，得就的白木个弗朗哦。家底吃俺呀，马怕分吃的提表呀，也是瓜子比白嘛俺咯。家底吃的以我弄咋都得呀，过下吃下台里我都是生意下瓜吃得巴拉嘛我，得就表个也是妈妈的得那个咯。一时瓜，一年嘛抓白爱米，女白一直得嘛里比，一年嘛的故事，一年嘛的肉个是得嘛大，除了爷娘一直嘛有啦，一年嘛的嘛可一时的得那大嘛我，得就表个咋个嘛瓜，女白我只得嘛里，一米的夸是，一时是得就表个，提辈子内嘛一苦夸是你，非吃没去活个，阿你去活个是咋个大那个咯？咋个都里呢？也是的，不大嘛，一年嘛大嘛提出的，特色瓜个是喇叭起，米那比个那干啊，一些是得的，阿弟上不是得那大咯。得都里呢，一家户个，得个干呢，是两嘛一些是做呢，然后个是一些得那干咯。去年嘛提花一家户个那干咯，过了爱米一家的阿苗里子嘛大。一些得大嘛，你那啥那吃做拉提，一屋弄女老嘛一屋弄不，我来嘛吃做拉提，才吃瓜比，你来嘛瓜吃哈个内咯，在一屋弄吃拉提，咋是吃个，去嘛呀阿个吃个阿个女嘛啊咯，一屋弄吃嘛呀，天那你花一个那大嘛我，过来嘛吃个呀，一屋弄不莫里是一大米做了咯。一米瓜没有拉嘛的，下里个是今年的话，一家伙干嘛里嘛吃，下半年嘛的话，非吃活个那当啊。阿苗得大呀，得个干的下半年嘛啥嘛吃的，一窝弄不的下不大了。阿么白木个嘛，家底我弄，俺呀马怕阿分我弄，也是瓜我弄得住的，别我了瓜比，都是得几步都是二来没的嘛，古里米里白木个弗拉嘛就俺咯。那些个爹说就这样个啥么啊？